感受到上帝的爱，借着这些使徒多么真实的来劝说、来鼓励跟随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后来就写了这首歌。所以其实这个圣经的歌词其实就是圣经的经文，也不是我写的，只是把它放进去而已。那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例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仍然，即便在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会部分的保留自己啊。例如说，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准备好看起来漂漂亮亮啊，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当然是很重要，而且也是没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整理好。可是有的时候，你的最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你的需要，也被你一起打包了哈。那我的先生是全职传道人，那我们刚刚进到我们现在服侍的教会服侍的时候，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想说，一去这个教会就希望可以认识大家、关心大家，于是我们就跟大家讲，就是讲说，我们就墙壁上贴了一个探访表，如果有人需要我们去探访，或者是你有认识有人你觉得需要，就是你可以填在上面。结果我们等了好多个礼拜，就是没有人写。然后当我们一个一个去问候他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没关系没关系，你花你的力气去关心别人啦，我 OK 没事。然后我就想说，可是点点点这样子，那然后刚好我们问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是说例如说常常在教会大家会团契的，他们就是这个是我们以前教会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爱宴的，所以一主日结束，大家真的就走了。然后我们一个礼拜，我跟我先生只能认识一组家庭。因为当我们在跟这个家庭讲话的时候呢，全部人就走光了。他说、如此没有效率，下一个星期呢又抓到另一个 family，然后其他人又全部走光。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检讨谁，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也许我们也常常把自己包裹起来。我先生因为是传道人，然后他先前他也身边有很多是传道人的朋友，他就认识一个牧师。然后其实这一阵子他的心情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可是呢，有一次他们在这个牧者之间的聚集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其他这些朋友就讲说：“哎，你们知道我最近借着什么得到很大的帮助吗？”然后他就说：“哇，是什么样子的过程？”然后他就说：“我打开 Chat GPT。”然后跟他讲我的问题，这样，然后他有被输入一个，就是他好像找到一个 AI，然后有这个教牧背景的一个资源，然后他就说哇，这个东西给他很大帮助。那他们听了当然觉得也是不错，可是就觉得是说，连你也不愿意把你摊开在我们的面前吗？是说，他也不想要面对人，他也不敢面对人。那讲到我们，是不是我们更不敢以最真实的样貌面对人？对，所以我就写了，所以才会想说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这也是上帝很在乎、很注重的。但不是要叫我们变成这个天之骄子，好像有什么状况问题，就必须要有人来服侍我，来帮助我。我觉得是一个真实、诚实面对上帝、面对人的态度啊。我如果是这个没病装病，要人家关心我，这个也是不诚实嘛，对。所以我说的状况是真实的，好好的彼此相爱，我想这是上帝悦纳的。那这个是什么让人看出我们是跟随上帝的人？就是当他的爱在我们当中被看见的时候。好，最近我跟我的先生在看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叫做《一点点超能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这个。那我刚刚说了，我先生是传道人，然后我是一个以前20年前就开始是唱歌的人。那我们遇见的过程呢，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故事。那但是总之我们结婚了之后，我是一个喜欢听音乐、不喜欢看东西的人，我从小就这样。所以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什么，要不要看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兴趣。那我只喜欢听音乐。
那但是他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后来我的先生就努力的为我们两个找到一个共同可以进行的事情，可能就是晚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段他帮我精选的影片，因为我也不会找影片，我不是很喜欢看影片，然后他就会帮我找，然后这就是我们最近看的一个这个叫做一点点超能力。他在讲的呢是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因为了一个生活中的一些状况之后，就进入到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让他吃了一个药丸之后，他就会有一个独特的一点点的超能力，但只有一点点，然后就觉得这个名字还蛮酷手的。那这个一点点的能力呢，每个人就是如果大家都吃了这个药，可是这个超能力是不同的。那后来他们这个一堆一点点超能力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一起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完成的任务看起来很轻松平常，例如说是阻止某一个人到达哪一个目的地，所以会发生某一件事情，类似这样子。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好像就是一点点不同的超能力，一点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很多的限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给我很多很多，这个很多能力。那可是，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上帝不给我跟某一个人一样的？今天我来到这里，然后我想要来分享，我觉得最美丽的见证，不是我的生命经过什么大风大雨，或者是我有什么历练，而是我觉得我因着我跟随上帝已经10年、20年，然后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仍然对他是如此的火热，我仍然爱上帝，我仍然觉得上帝为我做的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不得不把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向他来回应。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见证。那我也相信这会是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说出来最美丽的见证。那但是虽然我觉得在过去的20年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服事我没有办法所谓的发挥我的权利。在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用音乐服事，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能力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要有很多的学习，即便我有很多很新的 idea， 而且我也很年轻，可是我能力有限，所以我就是做中学，我做的总是没办法像那个资深的或者是科班出来的人那么厉害。那在讲到这个，我来分享一小段，就是我刚开始出来做音乐的时候，我昨天在这边的那个音乐会有稍微分享。那总之我不是一个有背景出来的人，我只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那到了教会之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鼓励我啊，每一次我司琴啊，然后或者是一起唱歌的时候，一起敬拜侍奉。那大家就会鼓励我，觉得你唱歌好听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到了后来因为一些机缘，我有机会进入到录音室录音。结果那录音师一听到我跟制作人听到我的声音，就说：“而且我觉得你唱歌不太准，有很多需要练习。”然后那时候年少的我呈现一个晴天霹雳，什么？没有人说过我唱歌不太准，不太准的是我同学。然后呢，可是。我那时候才意识到，难道我需要调整吗？然后后来他也调我的咬字，就是老师就说我咬字不太清楚，难道是受到周杰伦的影响吗？我那个年代是真的蛮哈周杰伦，但他不是我的最爱。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啊，我跟他唱歌一点都不像。那后来他又觉得我总之各样的不及格。当我在这好像整个教会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光环，说我要来进入到一个音乐产业，要来做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面对到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挫折，因为我的能力不足。然后当时因为我的制作人是一个完全科班古典出身的一个女生，她现在也还在，就是她在做配乐比较多。
那他就跟我说：“爱卿，那就像假设像刚刚这首歌，你回去要练习练习，你唱歌要唱得准，怎么练呢？那你就要对着你的钢琴，例如说我们刚刚这个歌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就要弹钢琴这样，让我们彼此。然后我心想说。”这是我写的歌，你觉得我不会唱吗？可是我必须要耐心把它练完。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唱歌小白。我就姑且相信，在这样子的练习之下，我的音会自然的变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不准。然后呢，我就这样快歌这样练，慢歌也这样练，其实花了蛮多时间。然后他说我咬字不清楚，他跟我说你把你的歌词全部誊上注音。然后大家想，我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什么？我写注音大概是国小1、2年级的事情。我其实真的不是不会写，我还是会写注音。可是当你自己把你自己写的歌，然后甚至是这个副歌会重复嘛，他还是希望我把它都誊完。你就在想说，我在做的到底是一件对的事吗？这真的是我该做的事情吗？这样。然后后来呢？除了这个以外，然后他还有请我练呼吸，然后请我练我的对，他要我把我唱歌唱的每一个，包括我想要的转音，什么耶啊，随便乱唱的一个 ad lib， 他都要我把它五线谱画下来。那也不是不行，只是我一直在想，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是音乐上面的被要求，我还有在心灵上面的被要求，因为其实这个制作人跟他的先生那个时候带我，比较像艺人经纪的部分，那也是都是主内的，都是基督徒。那我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我就说，其实我没有想要，变得很怎么样，我就是希望能够分享我的歌而已。然后我觉得我本来就很害羞。然后我也不是很会，但是我就想说，我的音乐可以分享出去，鼓励人就好了。然后，但是这个制作人的先生，我觉得他也很给我很大的帮助的一件事情。他问我说：“难道你只愿意为上帝做到这个地步吗？你只愿意为上帝做那个你觉得安全、舒服、自在的事情吗？你愿不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写那个谱，去写那个注音，去练那个你觉得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东西，或者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上帝，当你站上台的时候，你准备好自己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而不是一个站在台上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好害羞，我好害羞。但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子的人，我曾经那个小的时候在台上做见证，然后我做见证的时候，我父亲就会在下面帮我数，我有几个在这个当中，就我讲话会有很多的顿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恶性循环。我又在台上看到他，我又更紧张，然后我就有更多的然后下台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哎，爱情讲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坏习惯，把自己的那个时候的自卑，包装在我很害羞。我不想，我不愿意，我不会啦，我是 I 人，我不用出去好了。可是就当这个制作人的先生问我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了他的缘故，踏出你自己的舒适圈，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其实当时很觉得很羞愧，我自己以为我是服侍很多的人，我以为我是比较热心的那个。你们只是去教会聚会，我还当小组长我还当个什么什么。可是你现在却跟我说，你觉得我不愿意走出去。那所以到后来真的进行非常严苛的调整。我想你们现在听我唱歌，应该是比较准嘛，对吧？应该是。那我再怎么想，我都觉得很感谢上帝，在那一段时间，借着这个人。给我很多我觉得很破格的想法。那拉回来讲，在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能力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发挥全力。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觉得可能是资源的问题啊，如果有这个大金主可以赞助，
如果我得到多少资源，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啊！我们现在就是资源不够。又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啊，我这个时机点做这事不对啊，应该要早一点做，或者是应该要什么什么之后再做，或者是应该要等人到齐了才可以做。当我结婚之后，觉得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啊，因为我有一些时间必须要陪伴家人，但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家还是上帝很在乎的一个单位。那有孩子之后，觉得是孩子的问题，那个孩子耽误了我的人生。前一阵子我去参加这个海正姐的演唱会的和声，就是帮她和声。然后她的孩子已经26岁了，跟她一起在台上，然后在台上 rap。然后她讲的让我觉得最催泪，就是我站在台上都在哭的一句话，就是他儿子上来唱歌的时候，他就说：“各位，我就是那个耽误各位心中的裘海正歌手的那个东西，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们，这样子，因为我长大了。”我听了觉得好感动，我小孩才10岁。然后所以其实总是会有各样各样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现在是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三妈唱歌嘛，我觉得妈妈这个身份真的有不少的限制。这个限制的来源不是说有一个孩子绊住我，而是我觉得妈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孩子是需要你去陪伴、去关心，他才会真正的知道一个家是什么样貌。所以，当我本来的想法觉得都是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我看见当下我应该要学习的、面对的功课，你会是一个，你才会发挥你所谓的那个一点点的超能力。那其实，在我信主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相信。就是我相信上帝赐给每一个人一个礼物，可是这个礼物是什么？你要去发现，你要去发掘。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来当唱歌的人，我们都要去讲道，我们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圣经上面也说，如果全身是眼，怎么听呢？如果全身是耳，怎么闻呢？那这个。我想，上帝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东西，是他的赏赐。我们的任务不是羡慕别人，不是找到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啊，都是什么妨碍我而已，而是在我的岗位上面，在我能做的事情上面尽力而为，在你所在的地方发挥上帝给你的所谓的超能力，这是那个戏剧里面的形容。但我想，这就是上帝量给每个人不同的恩典，量给每个人不同的力量。所以我每一次去服侍的时候，其实我都非常的敬佩这个在各个岗位服侍的人，包括音控，然后包括诗班，包括很多的传道同工，这个行政同工。其实这些人所做的一点小事情，其实都是让这个上帝的家能够持续进行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我接下来我要带来我今天的另外最后一首歌曲。我想来服侍的时候，阻碍最多的应该是耶稣吧。他的阻碍最多了，因为大家又不相信他，他带着一个全部都知道跟全开的能力，可是上帝说他的时间还没到，这个时候不能做。然后呢？大家又希望这个他怎么样？我相信各位有读过这些这个4福音书里面耶稣所做的各样的事情。耶稣真的是在许多的人看起来的限制当中，做上帝要做他的事。他最大的限制就是天父是给他的一个剧本，就是说你现在下去就只能做这些事情，不能出戏，不能自己那个挺不住，不能自己意气用事的去干嘛。可是耶稣在 full power， 他全部有全部的能力的状况之下，他走出顺服的路，走出甘心乐意，而且是我们的榜样。甚至他付上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的见证即将结束，然后要来唱歌，期盼在今天结束。我没有说一个我怎么样子的故事，我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但是我觉得能够服侍上帝，能够认识上帝，
能够持续的爱他，并且我仍然希望借着我现有的有限的时间，我可以服侍他。我也认真的对待他所赏赐给我的环境，他赐给我的教会，他赐给我的家人，好好的服侍他们。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最美的见证。那也求主持续的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我们因着感谢，我们愿意付出我们自己。那我就带来这首歌，叫做《No Greater Love》。不好意思，这首歌是英文的，但我有把中文的翻译写在上面。Before I knew your name, you knew my every breath. Before I found my way, you knew my every step. Before I knew everything that I need, you gave them all to me.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that you should lay down your life for someone such as me. I spend a lifetime wondering why the beauty of heaven is here in my heart, and I know there can be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I never understood how merciful love could be until I found His flame light every part of me, and I would give everything that I am, 'cause I have been saved. Yes, I have been saved.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that you should lay down your life for someone such as me. I spend a lifetime wondering why the beauty of heaven is here in my heart, and I know there can be no greater love. 是的，是他无尽的爱，全部的能力，可以使我们得到生命、盼望和自由。I spend a lifetime wondering why the beauty of heaven is here in my heart, and I know there can be no greater love for someone such as me.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谢谢，愿上帝祝福大家。
主来正道，伊的题目是独生宝贝囝耶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正感谢爱情姊妹，互咱这真好的见证的分享，互伊互咱看见，无论是10天、20天，也是讲伫咧未来每一天，咱拢继续要用家己来分享，来献上上帝，回应上帝。因为等下迄个爱情姊妹因教会阁有迄个，所以伊要成迄个，咱来多谢伊的今仔日的分享。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感恩的主日，做伙享受这个音乐见证，甲彼此的交易分享。愿主你的圣神即时嘛来甲阮分享，透过你的话语，互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对阮的生命来发出亮光，对阮生命真实的需要来讲话。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是迄个咱昨已经度过一个真好、真快乐的节期，就是感恩节。若是照教会节期来看的话，其实嘛是一个基督君王主日、基督君王主日吼。因为今仔咱在座有一寡用无共款语言的即个兄弟姊妹，所以我可能会用台湾国语的方式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好，即个节期伫咧1925年12月11号，对一个天主教的教宗庇护11世来定定的。迄当时世界面对着啥物款的状况？就是第一摆世界大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混乱的过程。迄当时信仰的敌人上大的敌人，就是一个世俗的主义，就是世俗主义的兴起。因就是认为讲信仰只是信仰那尔，甲政治、经济、律法、社会是无共款的，甚至是讲无应该牵连做一伙，不应该牵连在一起的。所以，伊的意思是讲，信仰无法度管辖政治、社会、律法等等的。这就侪主义兴起了后，甚至伫即个主义的背后，佫带走一个14岁的青年，佫有一个身躯，佫有9万人的性命。伫咧1926年，墨西哥即个总统叫做足长的，我连后壁就好，卡列斯，因为伊家己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思想，所以认为讲，即个基督信仰无应该成做阻挡国家前进进步的一个阻碍，所以他决定要净化这个墨西哥这个国家特别就是这个基督宗教、天主教安尼。所以迄当时伊就推行侪侪政策是针对这个基督宗教，特别是迄当时墨西哥的这个天主教。伫迄个过程中间，因为侪侪事件累积到最后，发生了一些引爆的一些冲突。伫这中间有一个14岁的囡仔，叫做嘛足长的，我要念后壁就好。德尔里奥这个年轻人，伊互遮的迄个政府的迄个军人抓走了。那些军人要求他要放弃他的信仰，放弃他是基督徒的信仰。他说我不要，结果后来因就强迫因甲伊即个囡仔的骹皮裂掉，叫伊行伫一个铺伫盐的道路顶面，行去伊的墓地，然后就伫迄个墓地顶悬，佮甲问一解，摕刀仔甲问一解，讲你到底要放弃你的信仰无？迄个囡仔讲：基督君王万岁，基督君王万岁。然后伊就互枪来拍死。人伫伊的身躯顶发现一张批，伊写讲：妈妈，因甲我掠走啊！我向你保证，伫天堂我要替恁备办一个好的所在。
好的位置。另外一个神父嘛足长的，我来念后壁，华雷斯神父。政府掠到伊了，伊想要透过即个神父来做一个杀鸡儆猴，所以佮叫记者等等的人来甲翕。这个相片就是记者来翕出来的。伊要透过即个神父，互遮的人知影讲，恁莫佮做遮的迄个攻击的行动等等的。结果这个神父他拒绝把眼睛蒙起来，他一手拿着祷告的那个天主教的念珠，一手拿着十字架，张开他的双手。最后伊讲：愿上主原谅恁，愿上帝原谅你们，愿上帝保守恁。主啊，你知影我的清白，我全心全意要原谅我的敌人。基督君王万岁！然后伊嘛受枪拍死。第一枪拍了后，伊无死，士兵搁伫伊的面头前搁甲拍一枪，伊才死。就是伫即款的背景内底，即个教宗庇护11世，伊较定即个基督君王节，耶稣基督君王节，伊要来提醒迄当时世间的人，世上的遮个暴行、政治思想、价值观、公义、社会一切，拢应该爱降服伫耶稣基督咱的君王的主权下面。咱应该爱伫生活的各方面，拢来尊耶稣基督做咱性命的君王。所以其实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嘛，共看伫这个处境内底，迄当时保罗咧写的时阵，哥罗西这个所在是罗马帝国一个亚细亚省内底一个所在，也就是现在土耳其境内这个城市算是真大的，伊的周边有差不多有2个城市甲伊密切的关系。伫迄当时，迄个老底嘉，大家知影老底嘉启示录有出现，老底嘉离哥罗西差不多是16公里的路。老底嘉伊是一个金融啊、制作衣服啊等等的这一个中心，非常的繁华。另外一个就是希拉波利过去，希拉波利这个城市，希拉波利伊迄个所在出名的是啥？你敢知？温泉啦，这冬天就适合泡温泉的迄个温泉所以迄当时这个地区伊嘛非常兴盛一个异教的文化的中心。所以差不多是这3个城市伫这个中间是真繁荣的一个城市。然后咱的哥罗西城市这个伊就是靠农业发展来互大家真聚集伫这个所在安尼。迄当时，即个哥罗西的即个城市的人口的组成，差不多就是原地的住伫即个哥罗西即个所在的人，就是因称做是哥罗西的原住民。迄当时因所信的是大地女神的即款的信用。过来就是希腊的移民，希腊的移民，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哲学、哲学、智慧、辩论等等的遮的智慧嘛过来犹太的人嘛有住伫即个哥罗西即个所在。毋过迄当时犹太人因虽然是相信独一的上帝，总是因开始兴起一种神秘主义，就是讲因开始相信一个天使。因认为讲你若要接触到上帝，你爱先甲天使打好关系所以因就开始相信一个天使啊、灵啊等等的遮个物件安尼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迄当时咱会当看到讲保罗伊咧写即个即个批信的时阵，是因为迄当时充满侪无共款的信仰思想等等的遮个冲突等等的，也因为安尼，迄当时的基督徒渐渐认为，单纯的信仰已经无法度满足因性命的需要，必须爱伫原本的即个信仰顶面，搁加上别项。所以若是咱无了解迄当时的人咧行啥物，咱就看无保罗伊到底咧讲的是啥物。迄当时的人无亲像现在的咱是迄种，即个世代有侪无神论对毋对？毋过迄当时的人是安怎相信的伤济啊，信伤济去啊。因认为讲虽然有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神明，总是伫神明甲人类中间的即层，有侪的灵体伫遐咧飘来飘去，可能是好的啦、歹无好的安尼所以因认为爱先来敬拜遮中间的即层，较袂互人打断迄个交通，你敢知所以就亲像安尼麦当劳1+1，1+1 50块的迄种感觉啦，迄种就是耶稣爱搁加天使，也是讲耶稣搁爱加迄个观星像啊、天像啊等等的。无就是讲耶稣搁爱拜一个神明啊等等的，安尼规组
互你，对毋对？安尼较会拄啊好。嘿，所以麦当劳迄1+150，真正无够，搁出到1+169，对毋对？吼，迄嘛无够，我爱食2份，吼。因为安尼吼，保罗才会伫即个今仔日经文内底，也就是歌罗西的第1章18节到19节，伊有讲，伊讲吼，伊是身躯的头，身躯就是教会，伊是冤起头，对死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因为爸欢喜，互一切的丰盛踮伫伊。伊讲的就是讲，因为上帝一切丰丰富富，拢满足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啊，所以吼，恁众人毋通阁找东找西，要填满你的生命，你找一组就有够，耶稣一组就够你用啊，安尼吼。伊的意思是啊，因为伫耶稣的生命内底就是完全，所以你无需要阁想讲要去找迄，阁找迄，阁找迄，毋免。煞接保罗阁继续讲20节，伊继续讲，伊讲照着上帝照着伊的后生耶稣，互宇宙万物拢甲家己过好，然后上帝就是照着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伫咧是一个顶所流出的遮的火，互咱成就即个和平。为什么保罗要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到保火流？即个耶稣基督君王所流出来的宝血，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恁看了敢会讲，就惊的，我等下互人钉伫遐，敢会？恁敢会足惊的？恁看到伊是啥物感觉？我是感觉讲，可能我调去迄个无够重。恁看到敢有惊吓？照你讲，迄当时的人看到即支会足惊的呗？为什么恁即摆看到是感觉是平安？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用伊的性命，用伊的宝血，彻底转化咱对伫十字架的惊吓，互咱看见十字架是看到的是和平平安。所以伫歌罗西迄个编写的时代。罗马政府伊是用罗马和平的标语，要表明的就是罗马的强权伫迄个地区所带来的和平。总是咱爱来思考，即个和平是怎样换来？就是透过十字架，真做压制其他种族的刑罚，透过行刑，也是讲透过强大的遮的军队，透过战争所换来，透过流千千万万的人的血换来的。这就是保罗他要让哥罗西教会的人，这个地区的人来思考一件事情：你们所期待，我们所期待的和平，是靠着什么来得着的？或许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些和平、平顺的生活，我们是靠着自己，还是靠着上帝来得着的？为什么咱现在看到这个十字架带来的是平安，不是惊吓？迄是因为耶稣伊透过伊的性命，佮有伊带来的福音，彻底转化这份惊吓，互原底所带来这个惊吓、死亡、绝望的这个刑罚，变成是一个释放、赦免、赦罪、自由、平安、更新，还有永远我们的生命的确信跟盼望。这是对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就是当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君王的时，咱的生命内底有啥物款的记号，会因为安尼得到转化？有啥物款的记号会产生意义上全然的改变？有，咱过去所犯的这个过失、见笑的代志、别人的伤害，拢会转化成做咱体验到上帝伊的疼甲安慰的机会。甚至是伫咧咱过去的失败、生命中间上大的软弱，为透过这转化成做咱领受到上帝恩典陪伴的一个机会。另外一方面也是讲，上帝是毋是嘛是咧透过咱的生命，真做帮助这个世间转化的迄个记号。当咱伫咧职场顶面、家庭、学校、甲人的关系顶面的时阵，
原底会产生的比较、竞争，敢有因为咱即个意义得到转化？原本会发生的冲突、伤害，敢有因为咱转化成做疼甲夭折的行动？耶稣伫即个过程中间，透过伊家己的性命来展现一个真理，就是真实的和平甲平安，并毋是白白得来的，是爱透过家己的委身、顺服、牺牲，甚至是冒险，才会当来得到。若是安尼，咱的性命敢有得到即个转化的能力？咱的性命敢有成做转化的记号？这就爱看咱的性命敢有尊上帝耶稣基督做咱的君王。上帝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伊所成做性命的君王，伊所要带来和平的行动，并毋是爱咱流血，嘛毋是爱别人来流血，伊是家己要流家己的血，为咱来铺这条赎罪成圣的道路。耶稣伊即个君王，伊所要带来王权，并毋是统治，伊是要来互咱得到透望甲和平。所以伫今仔日即个经文的处境内底，这众人因为最不同的多元的信仰、思想、价值观，以至于他们在这个信仰的氛围里面，他们觉得信安尼蒙蒙渺渺，甚至是讲因真努力咧敲找这个信仰的真理，总是因找无一个会当安稳徛起的所在。甚至伫因的生活内底，因为对这的信仰、这些信仰啊、生活的追求、欲望的追求，搞到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所以在前面我们讲的这两个人，这个年轻人跟这个神父的故事，一直到因迄当时建立这个基督君王主日的开始，拢是要为着咱来表明，就是讲基督君王伊所要带来互咱的望，迄个望就是亲像伫咧16讲。无论是看会到的，也是看袂到的，有地位、地理的、掌权的，一切万物的，拢爱倚靠咱的性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徛起。所以伫即个原文内底，伊所讲的是爱倚靠耶稣基督来组织、联合做一伙。所以对我家己的解说领袖来讲，迄互我想到伫咧创世纪，上帝咧创造即个世界的时候，恁敢会记得创造进前即个地是安怎？混沌吼，空虚，空混沌的意思吼。所以这个混沌的意思是安怎？就是没有一个秩序。所以为什么保罗伫今仔日这个经文内底，伊讲伊对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开始讲，伊讲耶稣伫迄当时的存在，因为伊要教导的真理就是上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这一切失序，也就是失去秩序的这个世界重新恢复。也因为安尼，咱可能会当来思考，咱的生活敢有失序的一个情形？无论是失去秩序也好，也是失去次序也好，对伫这个失去秩序来讲，咱现在有侪的行事历啊、Siri 啊、AI 啊、手机啊等等有诶无诶，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将咱的生活安排甲足平顺、足好诶。甚至是讲，伫咧逐种的身份顶面，咱拢真努力咧扮演逐种的角色甲身份。总是有时阵，咱会因为安尼感觉足忝的。团队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当咱咧扮演任何的角色进前，咱先爱来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咱爱先来诚做基督君王的门徒，咱爱来诚做圣神的同伴，咱爱先恢复这款的身份，咱才有法度真正对。谈到迄个爱情的分享的时候，我拄仔想到一个题目，以后会当用吼，叫做我家己想的啦，有点中二吼。伊讲，伊毋是讲身心健康很重要吗？我就想到讲身心健康从零开始，那个零是什么？灵啦，咱的心。吼，以后我若有机会，来写一篇这种讲道吼。身心健康从零开始，我意思是讲，其实咱真正爱拄要对这个。咱上帝予咱的这个神啊，对这个神开始发出咱生命的健康啦，就爱对这个从零开始的意思安尼吼。所以，咱应该爱先扮好这个角色，咱才有法度扮演
真正画出即个无共款角色真实的一个意义啦吼。好，对伫次序来讲，次序来讲，咱敢有因为咱所要追求的伤济，直到咱的信仰嘛渐渐出现哥罗西教会迄种的异端的思想，就是复合式的信仰，也是讲混合主义的信仰。因为信仰伤死板啦，圣经拢几啊千年的思想啊所以即马哪会对得着时代？咱即马搁爱看吗？也是讲有的人认为讲，即个圣经的解说我无介意，我一定有别种的解说我搁来找别种的会当说服我，也是互我相信的一种解说其实有侪即款的声音等等的，要开始互咱改变咱性命的次序。甚至是互咱将耶稣对即个君王的位置请落来，所以咱必须爱来真细腻。耶稣伊并毋是亲像咱去五十人去对，讲要啉奶茶，搁要加波霸椰果还是珍珠，并毋是安尼。咱的信仰是当时开始需要包装、需要加料，咱才要来相信、来跟对。因为单纯的信仰已经无法度满足咱性命的需要吗？甚至是讲说服我们来相信了吗？这就是迄当时经文内底保罗伊面对着的状况，也就是现在嘛咧对咱咧发出一个挑战。咱敢有愿意互耶稣就成做耶稣，互耶稣就成做迄个掌管一切的君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来思考，即马现在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即马有扫地机器人啦然后有 AI 啦，有啥物洗碗机啦等等的，车会当愈驶愈紧啊，啥物的总是为虾米遮个代志替咱省足侪的时间，总是咱的时间永远阁愈来愈无够用。人甲人的联络，为虾米网络遮方便，总是即马的人愈来愈孤单。为虾米人的即个消息愈传愈紧？总是人甲人之间的价值观愈来愈极端，冲突愈来愈多。咱会伫即个过程中间发现，咱的即个世界愈来愈混乱。就亲像哥罗西教会的遮个基督徒共款，也是讲迄个墨西哥的遮个基督徒共款。到现在的咱的生活，真正咱拢需要耶稣基督。重新成做咱生命即个世界的君王，互即个失序的即个世界，互失序的生活，重新恢复上帝创造咱的即个秩序的模样。所以，耶稣基督即个君王，伊所创造的，伊是要带来和好，并毋是带来压制、剥削、夺走自由的君王。伊是要享受咱自由甲讨棒的君王。就最近，咱知影迄个乌俄战争开始了，嘛是拢有侪撤侨的一个行动，对毋对？包括咱嘛有互遮伫咧乌克兰啊，还是讲遮的台湾的人民会当坐飞机转来到台湾，也是讲伫咧以哈战争，其实咱嘛有统计讲，伫咧以色列的即个台湾人有几个，因要怎样要转来到台湾，等等的遮的行动。所以其实伫即个过程中，咱会当透过即个撤侨的行动来起来比喻耶稣基督君王的王权。耶稣基督即个大君王，伊嘛亲像安尼，伊将咱对即个危险、黑暗的权势中间拯救出来王权。这个王权不是带来征服，而它是要带来的是幸福、平静、安稳。那是安尼，咱就爱来问看讲，这个国要伫倒位？就亲像18节伊讲的，伊讲伊的身躯是身躯的头，身躯就是教会，伊是冤起头，对死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若是咱煞只将第一章来看了后，咱会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教会就是耶稣道成肉体伫即个世间的身躯。也因为安尼，咱会当大声伫即中间来体验着上帝的国。若是安尼，咱要怎样来做？咱爱互耶稣基督成做咱教会的头，咱来彼此成做肢体，透过无共款的文字来建立即个教会，互伊真正成做耶稣的身躯。所以上帝伊的计划是要透过
就亲像伫今仔日的27节、28节遮讲，上帝的计划是要互伊的百姓知影一个奥秘，要透过咱全人类知影的，就是即个君王耶稣就在伫咱的生命内底，咱着用逐款的智慧教导大家，将每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即个教导，互咱有一个愿望，就是咱若有彼此合一的心，逐人有无共款的温素才能奉献，咱愿意来献上的时阵，咱就会当来建立即个教会，咱就会当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若是安尼，咱要来问家己，耶稣基督是一家，伊所带来的和平，敢有伫咱的家庭内底？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和平，敢有伫咱的教会内底？这种和好合一的关系，这种疼的关系，这种接纳甲恢复，敢有真正伫咱的教会内底？伫咱的教会，咱敢有每一个人拢真正互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君王？咱敢有伫即间教会内底，互耶稣坐伫迄位做咱的君王？结论来讲，咱一直想要来挖靠家己来改变即个世界，也是讲即个社会。每一摆咧写迄个拜三祈祷会祈祷的物件时阵，我拢写到讲奇怪啊！逐礼拜拢为着世界即款咧祈祷，到底上帝对伫世界的心意到底是啥物？有时阵祈祷感觉足无气力的，总是伫准备即篇讲道篇的时阵，我有一个感动是，上帝的国到底伫倒位？其实就伫咱的生命内底，就伫即间教会内底。若是咱愿意对家己开始，若是咱真正体会到迄个君王，迄个君王是为着咱受死的即个事实，咱应该会生出一个谦卑的心，来邀请耶稣来坐伫咱心中上重要的迄个位。我有查一下吼。全世界81亿的人口吼，基督徒有占了26亿。基督宗教犹原是全世界上侪人信的这个宗教。我想，若是26亿的基督徒拢有真正将上帝国，26亿的基督徒若真正因拢有成做上帝临在伫这个世界这个转化的这个记号的时阵。我想，咱的生活，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正会得到改变。这个家乡真正会得到平安，万分真正会转化成做和平。咱的教会嘛会成做疼的一个记号。咱的教会就会伫这个地区、这个社区，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疼的记号。咱的教会会成做即个社区转化的迄个是一家，人看到无过有惊吓，人看到是充满喜乐，是得到疼、得到稳定的一个记号。这是张点灯的仪式，真正透过这个活动，互咱做伙来思考，咱要怎样，互咱家己的生命，互咱的教会、咱的家庭、咱的生活，拢真正对咱开始。互耶稣基督做咱的大君王，我相信咱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君王，到正肉体的身躯，要伫文山教会这个所在正做光。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正做阮生命的光。当阮生命有做无共款的经历的时阵，愿主你真实来掌管一切。你坐伫阮心中上重要的迄位，互阮尊你最大，互阮顺服谦卑伫你的面前，愿意透过阮的生命、阮的生活的每一个决定，来互你真正坐伫阮生命上重要的迄个所在。愿主来掌管，愿主来使用阮，成做阮转化即个世界、转化阮的生活的迄个记号，互阮的生命会发出你的荣光，互你得到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
接续咱来吟圣诗45首，圣诗45首，俄罗大笔的好个，俄罗大笔的好个，受抹油主基督，照爸所定来降世，掌管天的万国。伊来要解除压制，修还得着讨房，甲人赦罪归天父，公平治理万邦。请起立吟全首圣诗45首。请坐，即时来奉献。
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同齐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来念2解，请。耶和华讲，日子要到，我要甲大卫兴起义的基，伊要做王来治理，行代志有智慧，地上行公平甲公义。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讲，日子要到，我要甲大卫兴起义的基，伊要做王来治理，行代志有智慧，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耶利米书23章第5节。来酒侍奉的同工，请咱大家己来注意吼，来斟酌。来拜三查经祈祷会，咱的题目是看见，不只是看过。吼，经文是《歌罗西书》第1章11节到20节，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个经文啦吼。书会是黄文宏长老，主理是田lin桥执事。来酒的主日礼拜题目是该行的路，主理是柯胜凯牧师。咱看后壁报告的部分。第6页报告的部分吼，今日是咱感恩节的下礼拜吼。咱有邀请爱心姊妹来做伊的诗歌见证甲分享。第2是咱圣诞节活动的一个宣传啦吼。咱过来就是12月20拜6吼，下晡2点咱有圣诞节的庆祝会。12月21礼拜日咱有同款有圣诞节的赞美礼拜。过来就是12月24拜38点的时阵，咱要去报佳音。报佳音的路线今年是要行万丰社区迄个区域，所以若住伫迄个区域的会友请准备心吼。过来就是安孝主怀的一个报告啦吼。张玉培兄弟伫11月12拜3早起望主温调，安孝主怀吼，求主亲自安慰家属，使稳定甲快乐来准备丧葬的事宜。因定伫11月29拜6 9点要伫鸟空徛街迄个所在来进行历练的礼拜。礼拜后要前往金山的平安园有计11点半要举行安放的礼拜。请大家为这个行程来祈祷第12月6号拜6早起10点要伫教会来举行追思的礼拜。第4是儿童水学的通知，本主日11点半伫旧堂的所在，咱要进行主日学下一季的课程，共同来备办啦经文的范围是启示录，请主日学同工来参与。若兄弟想要了解启示录即款册的经文的，也欢迎咱主日学校长赖文如长老来报名。过来就是感恩节。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开会通知下主日11月30 12点半要伫咱地下室来召开第7届的筹备会议。过来就是圣诞节，咱头有讲咱12月24拜3暗暝，咱要去万丰社区迄个区域来报佳音。你若是要参加即个服侍的兄弟请咱来1楼的柜台来登记方便咱主办这个单位来做车位的安排。过来就是咱圣歌队，咱有要新评苏琴啦这条报告是甲咱讲咱要新评毋是咱已经找到是请咱大家为着这项代志祈祷。如果你若有适合的人选也麻烦你推荐给小会啦咱有定的2026年1月2号会当互伊就任啦所以剩1个月左右的时间，咱咧找司琴所以请咱为这项代志来祈祷。过来就是讲咱2026年的教会组织表伫第9页，咱家己来看具体交通的部分请咱嘛家己来看常常将因放伫祈祷的中间。今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
平安，大家平安。今仔日有4位新朋友哈，第一位是张英珍姐妹，她有带她的张小姐一起来，然后昨天有到我们的三妈唱歌的感恩会，那今天有一起过来，那平常在真理堂聚会，那欢迎偶尔过来。另外2位新朋友是那个苏度阿巴友的警专同学吗？还是朋友？是，那请起立让我们看一下，一位是王喜浩，一位是金红。请坐。这时请咱来行平安礼。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入光明。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家人天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出事定。好，请议员徛坐，咱来吟煞尾边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袂倒。